參加 Coffee with Strangers 呢一個項目咧，已經係第2次啦。咁點解我咁有興趣去追加咧？原因係參加呢個項目咧，好有一種叫做滿足啦，或者知足感啊，知足常樂嘅感覺。因為佢啟發到我會去發掘翻自己一啲開心嘅回憶啊，甚至乎最近開心嘅事情啊，可以同人分享。而呢一種感覺令我覺得其實我都幾幸福喎。咁或者係自己都應該為自己而開心高興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亦都好難得有一個受過訓練嘅 chatter 可以好耐心，甚至乎好誘導我去點樣去表達自己嘅。咁我對呢個項目其實真係幾中意嘅。話俾你聽啊，我中意嘅程度咧，我已經報名參加做呢個chatter， 成為一個聆聽者啦。咁或者你都可以試下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先參加一個 Coffee with Strangers 嘅活動先，睇下你覺得個感受如何。如果好似我覺得咁有趣嘅話，都可以學我一齊報名做一個 chatter， 做一個聆聽者㗎。